来看气象署表示讲，台湾已经进入秋天的天气咯。头一波东北季风嘛来咯，各地一礼拜拢会落雨，天气嘛较秋晴。这波东北季风爱到11才会减弱。这2天北部佮东北部雨水会较济。拜3到拜4温度会降到20度到22度。下一个24节气寒露要到啊，天气嘛豆豆变秋晴。中央气象署指出，这礼拜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天气湿佮冷。初7、初8北部地区、上北基隆含宜兰会有上大雨的情形，也若是中南部过道是较会上雷公雨，若是华东地区的遮方面嘛会较高落雨。气象署是讲，要到初9、初10各地的水气才会流啊减少。周3、周4，也就是国庆日之前，各地的降雨会稍微趋缓，主要是因为水汽稍微有一些减少。北台湾的雨势是稍微有些缓和下来的，那北基宜还是会有一些短暂雨。另外，中南部地区还是夏季的天气情形，早晚也是会稍凉的。那花东地区的话，迎风面还是会有一些降雨，早晚也是稍凉的。另外，气象署嘛提醒讲，这礼拜气温嘛降低，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，这礼拜各地天气嘛较凉，尤其初9、初10北部暗时的气温有可能降到20至22度，也若中南部是早暗会较凉。9号、10号这2天哦，虽然水汽上面来讲是减少的，所以白天的温度看起来好像是有增加的，但是晚上持续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哦，所以夜晚的温度是会比较低的。北台湾大概只有20到22度，那中南部的影响稍微小一点点，大概会有24到25度左右的低温。气象署表示，拜5到礼拜东北风会减弱，但是有关有水气，嘛提醒讲目前已经入秋，打算未来会有一阵接一阵的东北季风入来，民众都要注意天气变化塔啥。另外，台湾东南风海面上也有热带性低气压，气象署表示有可能会发展出今年第19号风台。不过因为离台湾较远，应该是对咱较无影响，不过爱阁继续观察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